玩啦！好啦，歡迎嚟到子亮學堂。今日想同你哋玩一個遊戲，叫做數字滾滾樂。我哋聽下老師介紹點樣玩啦。數字滾滾樂呢個遊戲嘅材料好簡單，只需要一個紙盒、手工紙、小球、筆同埋雙面膠紙。家長需要用手工紙整幾條隧道，黐喺紙盒嘅上面，然後喺每條隧道寫上唔同嘅數字。準備好遊戲物料之後，小朋友就需要拎住紙盒，聽家長講一個數字，跟住控制紙盒等個小球碌入正確數字嘅隧道裏面。家長可以按照小朋友嘅程度寫上唔同嘅數字，或者改成英文字母同埋中文字。又可以請兩個小朋友一齊玩，一個發指令，一個控制紙盒。呢個遊戲除咗可以訓練小朋友嘅手眼協調能力同埋小手肌能力之外，仲可以幫助小朋友透過遊戲認數字添。你哋都試下玩啦！你哋係咪都識玩啊？下次見，拜拜。